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未來之境氫能城市赤城海洋守護者 VR 作品介紹。如果第時我哋嘅城市完全唔會排出黑煙，汽車唔燒汽油，而係靠氫氣嚟發電，你覺得會係點？今日我要介紹嘅呢一個 VR 作品唔只係一個遊戲，而係一次嘅未來體驗。我哋會一齊進入一座以氫能做主要能源嘅智慧城市，去沉入海底親手救返啲海洋生物，全部都可以係虛擬世界入邊做到，而且有得玩有得學。首先嚟到陸上，你會見到成個城市好乾淨好安靜，頭頂有太陽能電解水嘅氫能源農場。路上嘅巴士、的士噴出嘅唔係廢氣，而係水蒸氣。這是一個關於氫氣能源的專家角色。咁點樣先可以學識可再生能源嘅好處呢？透過呢一個遊戲，你會親身感受到同埋體驗同埋學到呢，氫能唔只係一個新嘅能源，更係實現到 SDG 7同埋 SDG 13嘅關鍵鎖匙。搞掂咗陸地之後呢，我哋就潛入海底，為咗呼應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第14項水下生命，我哋整咗一個好大嘅反差體驗。首先，你會見到一片超級靚嘅海洋，珊瑚五彩繽紛，海龜游來游去，魚群閃閃發光，你可以慢慢欣賞，好放鬆。但係當玩家點擊遊戲，系統會話你知時間快轉咗好多年，同一片海變到污糟晒，膠袋周圍飄，漁網纏住咗海豚，海底全部係垃圾。呢個時候，海洋執垃圾遊戲就會開始，你要控制機械臂喺限時之內執走煲得樽、口罩、爛漁網，每執一件垃圾就會有一隻海洋生物游返過嚟同你講多謝。呢個唔只係遊戲，係一個好直接嘅教育。當你親手喺海龜鼻入邊拉返個膠袋出嚟，你就會記住污染好具體，救返大自然都係。